明以周圓，之至亡靈往生此界。父話依天上人間方面第一靈前基本顯教為一線，其派亦不從天光，其色也不在地生。一片紅霞一片青，人間能得半枝只係半枝白。天上奇花拈來似蘭麝馨香，山開而蓮蓬飛一舞。話情急前射歌，幽花紅像牡丹。山頂兩頂光輝，攝焦湖之燦爛。風不飄係如香風擁，雨不沾係顏色鮮豔。喜同繁無之栽培，必是仙家之境界。從前罕見如果未聞，冇欣賞天灰陽安得這般高花樣。是也耶計人先凡，花散天林之望者以超升，冇言前而和慶。散依山雨眾同聲齊讚嘆嘆，吹雨花台仙女盡高飛，兼夜演散功德圓滿，望雲穩步上天梯。父話依安花落花開，即是無緣之境，無相無結緣為蓬島之仙，稽首歸依無極大道至仙青年。解恩赦機，解恩赦機天尊，現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禮眾，關燈散花戒記科會向當齋正見消沒狂行諸污引人為正運罪名消不火生直至能當現前皆快樂，以往早超生。